我好好个安尼啊，不满足啊。啊，就爱有一个念头起来讲，人讲话有主是安贫乐道，啊，咱鼻口名咧才会，心吼搁安尼甲安定一下啦。啊，若是搁伫风顶，你讲无不满足，衣食住行娱乐，通通都不满足。毋知咱敢会安尼？啊，就咱咱个人家己回光返照，但是现实就安尼甲咱讲，好就是吼，咱拢袂满足。啊，袂满就不知足，啊不知足就是讲对咱真啊目前呢拢袂满足。那到底要怎么讲呢？为什么我们会不满足啦？哈，当然这是理论上的解释。啊，那我们来先来看一些东西哈，看知足还是不知足。比如说，什么是幸福？啊，这是我心理学家咧用的语言，咱伫脸书最容易看到。那善的人讲吼，我若有钱就是。知足就是幸福啊，幸福就是知足的意思啊。因为伊善啊，你互伊钱就满足啊。啊，当伊善啊，有钱就满足啊，你互伊钱了，伊有钱啊，伊会满足吗？啊，迄就有一条不足歌嘛，吼，咱拢看过啊，袂满足。啊，这个参与的人讲吼，伊我都行路，啊，若会当行路就是幸福啊，敢是安尼？啊，若互伊会当行路啊，又不是那一回事了吼。因为咱在当行路，好，但是就袂想伊讲就满足啊。啊，痴迷的人呢，会当看到，就满足就幸福。啊，人去食，你讲若分有饭通食，就是种幸福的。啊，若看病人呢，若活落就是幸福，但有影啊，无影无食。迄有诶，若是咧法官哦，然后我吼病好，我着要移山倒海，像要喊地花咁样，无啊，无快乐啊。来运动吼，安尼搞到平安了之后，人不见了啊！为虾米？因为伊个不知足的心，就喺咧作乱啊，迄个念头，迄个气啊嘛，所以，伊得着平安了，后来就离开运动啊。所以你说人什么是知足？啥物才叫做知足？那个你看咱人的一些变化，真正做矛盾的吼。那20岁吼爱水，对吧？我看阮20岁像怎样？迄裤底啊，炸起大啊咧！啊，即摆无炸伫裤底啊，炸伫倒？炸伫移民牌坊咧吼，两个出门拢开名牌坊，我今日讲遮济在得心着因咧吼。你唔好甲我生气啊！互我用恁做比喻，恁会得着公平安尼吼，安尼嘛甲我生气。啊，若30岁咧吼，年轻真好；啊，若40岁。年轻过啊来，年轻啊来要做啥？想要做官啊，吼，爱选议员啊，爱选市长啊，爱选啥物啊？吼，拄讲阮放伫面的尔，伊拢会当选市长啊，但是伊菩萨摩诃萨嘛，伊袂出去叫人选啊，因为就无迄个心嘛吼。啊，若说小人真正是安尼啊，你讲这拢是真正有去求过的。40岁想要做官，50岁就爱有钱啊，名利嘛，拄则去减讲的。迄人的课业内底识啥讲泥鳅法，啊个啥富贵名利，啊去享受，拄则即个享受，无讲着，啊去享受就是舒适圈。你看咱亲爱囡仔偌享受，有无？大享受呢，大福报的时代呢，啊即个大吼就大了毋对尔吼。啊，即摆咱道行较是真正的大，啊，若60岁咧吼，有钱的清闲啦，上好啦。70岁咧无味，咱若到70岁拢无味啊，咱是毋是非常的好？人一定甲咱比安尼。啊，若讲这福报，这福报吼，啊变来变去啊，咱个念头伊变来变去啊，无常啊，啊来80岁搁活。好，较好，所以3万搁买啊，吼，啊这3万拢，这拢免搁买啊，这拢有够用啊，因为我80岁搁活着的，啊咱若无爱30岁就要安尼想啊，啊人当时的种禅师做出人伊，当伊10外岁就讲好卡，即个风尘家拢去出家啊咧，等下咱就讲着这禅师的即个典故吼，人迄就是叫做真正的知足常足咧。啊，你平安就好啊，所以到尾啊，结论哦，就讲人一生哦，平安就好啊，所以无论
们在座哦，谁没有这个生病过？可能啊，大家嘛拢有当下的病痛哦，对头门到甲骹哦，无一样甲咱创治无对嘞，喙齿啦，着喙齿长智齿啦，改喙齿定足艰苦啦，目睭啦不爽不治啦，筋骨啦，有个较严重的哦，五脏六腑啦。上公这个老师甲咱讲，咱咧修的毋是拢无味无甜的啦，不是这样子的，这是一个肉体嘛。咱咧修的是咱的心中真正的平安，咱心平气和，咱个吼安尼知止而后有定静安律的，咱是咧讲种平安的，所以不要再妄说祸福了吼。好，我们回到言文吼，咱来讲，咱的法师甲咱解这个科目台语不离宗是安怎讲？叫做礼记六本，安尼叫做不离宗科，永远的不知足，迷失了，咱迷失了咱本地的这个天性，咱本地吼有迄个这个慈悲智慧精真专吼，这物件咱本地。咱自己无，拢是，就是迷失了咱自己啦。咱的天性无已经迷失去啊，拢向外咧追逐啊。你来看咱一工讲出来外口的物件，敢有是衫好食来买哦，衫专有无对好佚佗哦，咱拢袂记着阮吼。真正有的念念来讲的，因为伊心中想的就甲咱讲的，有啥啥，因为伊知影讲吼，毋是安尼。是安尼，代志毋是像咱想的安尼吼。这好大概就是安尼啦。咱宿世以来轮回，因为咱迷记着本，所以咱迷失了的天性了，无跩心本，跩心本，贪嗔痴，咱迷失天性啊，所以拢互贪嗔痴咧做，袂咱哪会迷去？咱看袂记就是生气啊，就变亲啊，是无？痴咧痴的，不知影得你没有逻辑啊，等于有骗你啊，就被诈骗了啊，没有在学习啊，人讲活到老要学到老啊，我们很多都不要学啊，无学的拢袂晓啊，人个就爱去学甲做专家啊，但是我们都没有在学习啊，所以就礼记去着本吼，逻辑就不见了。这句就讲咱差不多到这啊，剩咧文教来继续啊。好，再来。求无介意用力，你看伊这是个年代观的，头是爱，搁来咧，来吼，因为爱所以这我拢无迄我无这我无我啊，无咱啊，无大项无所以我就不低就，搁来咧，我特别爱我介意的，我无的，我拢总咧伫甲有所以用力才变成的意思就是讲，对喜爱的物件想办法得着手。有时阵咱做一个时间，咱的心顶吼，就是伫即个内底嘛。因为这人间的道有人间的道啦，但是这是以咱道场内底上悬的标准所咧定论的性质，甲咱定的。所以咱爱去了解讲，一切吼，就是性质摆咱个轮回啊啦。这个老师摆咱个轮回啊啦。咱你伫吼，安尼介意就是要得着像即种的心念，即种的起心动念。迄拢是轮回上的人啊，迄拢无踏入出路啦。咱爱回光返照，时时反省家己生命，我家己拢有即种思想，是毋是我的性是去着情的？这头吼，大干日甲咱徛好啦，有道甲无道，爱的前提是安怎？拢甲咱徛好啦，尾啊才讲即三项，比讲即三项名互咱听。咱修行的一日三省吾身就是安尼。所以你讲看干夫子干苦的，人有安尼无？没有呢。安避懂得人无道不无信的，人有道不有病的。咱若去寻着这道理，咱就知足啊，咱就满足啊，咱就袂去追求啊，咱就感觉讲咱平安就好啦。所以你看假日咱人都无出去佚佗啊，因为咱足知足嘛吼，就若会当嘛好，然后佚佗嘛袂要紧啊。咱就有即种真好的一个念头，讲我硬要，我硬要，不会
千万万安尼一直要爬用力，慢慢来讲嘛，有也好，无也好，有就有，无就拄拄煞。安尼就已经有进步啊吼。啊嘛到讲吼，较早嘛才讲啊，慢买啊，伤慢啊。咱若60岁就了安尼生活好个咧。好啊，所以现在甲咱讲才讲，岂可更添一物？到底为虾米？咱的百姓就甲咱讲，啊，恁这物件要创哈？你都无需要任何的物件呢，你都无需要加任何一项物件，安尼到底是讲啥？所以毋才会讲，本来有一不啦，是毋？空空的来个，空空倒转去。啊，若有收咧，有收吼，咱就会当回到好的所在呢。啊，咱即马要拍拼就是说，你若要得，你就去得者。你得吼，就爱得天下哩，得即个天下，就得迄个上大的拄则45种国，大成大啥好无的大。你若要得，咱若要得就来得的。啊，若人间的风尘人境吼，这只到医院的烦，所有上干是希望嘛。你有看到80岁、90岁就无效啊，对毋对？90岁敢会搁爱换水的衫？不可能的嘛，伊就是变化无常的，啊，迄叫医源不实的物件，有智慧的人，地护专吼拖咧走啦，啊嘛袂去吼，袂去续专物件啦，甚至讲吼，咱的生活的物件，咱嘛会当甲处理掉。为虾米？你只要真主人当家，只要会当恢复咱你的本性，自然就无再迷迷毛病啊。真诶啦，无你袂去讲请咱迄个负责人来坐人，你发一个脾气，我看一个，发一个脾气的，咱就坐人讲无啦，无火啊，伊讲火早就关去啊。后啊，一工甲问讲，坐人你会寒袂？讲无啦，袂啦。伊迄穿长个裤，佮长个衫，伊讲无火啊，安尼。啊，伊才讲一个吼，火有声的故事啦，蛮有趣的。好，这是题外话，因为时间不够了，所以现在要长话短说了吼。这是报咱看一个啦，咱的师傅甲咱讲吼，有形有相的财富，无偌久拢会归尘土，是不是啊？愚人因此多担负，甘为无益，为情浓。物件看会到情的，情嘛别咱搁惨的呢。这个情吼，这情的浓呢吼，这个我们自己去体会。所以咱里头原来这才教我们要舍。这个病的话，我们甲人讲三心两言，在心、发心、无畏心。咱俗世以来两个种空的，咱起码得两天规个拢家补心顺利，所以叫做提心防骗，无目的的。只是要去除咱俗世以来的贪嗔痴不知足，贪嗔痴不知足，想要爱偌济，想要爱安怎的迄个念，迄个高叮当的念。好，最后这句五，你看，所以。这就是要说完了，这就是现里面这个论来叫做知足、知足、上足。那么这到底在讲啥啊？即马就换互我来讲故事啊。咱拢知影讲吼，这个有一个上师叫但珠为海上师，啊，伊就去拜这个，伊就去问这个另外一个上师啦吼。伊讲，伊个上师甲讲，啊，你来遮要求啥物？我遮含一项嘛无，我遮也无半项物件，你来我遮是要找啥？伊甲伊讲，要求佛法的财义。啊，伊甲伊讲，你自家无做过咧，口家善造作哦，迄人是大陆的用词啦吼。你家己厝的珍宝一大堆，啊，你唔顾啊，四界拍拍走，四界咧找要创啥货？为海就讲，
风景老走去咧，迄啊讲得风心本去咧，但是终究伊就是咧指最高的主宰。哦，你不要去想红军老祖啦，啊伊若台语若做红巾啦，吼，红巾老祖不是，伊咧讲，红巾老祖就来三个徒弟，咱的老佛祖是其中伊一个徒弟咧，安尼你看红巾老祖伊的道理，伊的即个内面其实伊就是咧指吼，伊迄个大主宰，啊，咱咧讲就是老母娘嘛，因为能赋予给我们的就是迄个先发先天先地迄个嘛，所以该用风景赋予不为比。咱着较送过，你若世界要去讲我做送的，要找物件啦。哦，啊像讲啊宝珠才华，啊个叫花，伊伫咧做去食。咱俗世以来亲像安尼咧，啊即摆圣人哦要甲咱讲即个真正的即个属性嘛。所以讲哦，石头新鲜禅师啊，伊就去清远行师呀啦，迄个师兄，啊清远行师甲伊讲，啊你伫倒来？讲我伫坐客啦，啊你若略做一点结婚啦，啊所以只好离开。啊伊甲伊讲寻师区，他离开不当，逐工伫遐咧竞争。啊到有一天，咱即个讲，人叫你去寻师去找你的师兄清远行师。叫你大遐前坐，大遐想，啊伊就起发去，出发去前完天师甲伊问讲，啊你对来讲对坐客，啊伊讲，啊你对坐客啦，你得着啥物？伊讲，我还袂去坐客，我嘛毋捌失去过啥物。这叫做上人的对答啦。伊看的是咱的心地啦，看的是咱本有的天性，绝对不是身外之物啦。身外之物吼，根本就是有一天伊就是医院无作用的，咱若直接比较计较，咱搁乱食，迄是愚人咧做的代志嘛。你比较安尼，然后炫耀啦，无就是自卑啊、没自信，那都跟我们没关系啦。咱咧看的是心地灵感，等下再讲。啊，若安尼你搁去做客中啊？你还袂去做客，你就讲你拢毋捌失去过啥物？安尼你搁去做客中啊？伊甲伊讲，啊，我若无去做客，我就毋知影讲我将来嘛要失去啥物。我拢总具足的，我啥物拢总有。哦，这是做趣味的上趣味的对待。哦，他们大概就是这样讲。啊，所以讲，科技自现，本自富足。希望今仔日吼这一堂课，我们互相来勉励啦。咱哦，红军富裕不为贫。哦，咱实在是太富裕啊！吼，太富裕啊！所以拢是咱心咧起作用吼，啊，着爱知足。这个不要看了啦。所以修的修的这条心，虽然道理安尼讲，但是回到咱的日常用功夫哦，咱的心就无遮尔好处理啊！真正富裕是一口甜，心甜不生无名肠，甲管相开，地桂花。咱将来就拢富足，咱拢捌送过，所以咱有注意才会安贫乐道。咱的空无主吼，眉山望眉山，一日三省，然后谋道，他不谋食。好，到最后一定要听一首道歌。声音有点小。夏
智慧哦，伊知影吼，啊要找一个水啊吼，啊就甲咱学习到遮吼，不少的咱甲你补。啊，感谢负责人，感谢各位点赞师，感谢各位请柬哦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法力充满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